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外交部透露，新上任的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托尼亚兹下周将访问英国，但他并不是受英国政府邀请，将不会有部长级别的会谈。英国卫报的消息称，托尼亚兹此行访问英国后，还将前往欧洲其他国家，与有关方面讨论所谓新疆的局势。英国外交部官员就此对媒体表示，中国在所谓新疆的做法当然是恶劣的，英国政府并不打算给予他们任何合法性，但是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工作的核心要旨是通过有意义的接触行动，对人权侵害发起挑战，并维护受损群体的权利。与托尼亚兹会面，就是要告诉他，英国将提高对维吾尔族等穆斯林民众的待遇，并且将不会终止对他们的恐怖遭遇的揭露。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不同党派的议员对托尼亚兹即将访问英国的消息感到震惊。属于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的多位议员表示，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不可理喻，但报道指出，英国外交部把这一消息发布出来，就是为了防止抗议行动的发生。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呼吁英国政府取消托尼亚兹的这一行程。文章强调，托尼亚兹对新疆当地的国家暴力政策和强制同化政策负有责任。托尼亚兹本人已经因为严重侵犯人权被美国财政部列入了黑名单。英国也已宣布制裁托尼亚兹的下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陈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还呼吁欧盟成员国拒绝与托尼亚兹或其他对新疆地区人权侵害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会晤。武汉市医保改革引发了大规模抗议。2月8日，有上万名退休老年人围堵政府，抗议削减医药补贴。上个月，广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随着各地推进医疗改革，类似的抗议可能会持续发生。2月8日，武汉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挤满了打着雨伞的抗议群众，政府大院内有公安戒备，当局出动了大量武警、特警戒备。民众要求市长当天做出回应，否则他们15日将去中山公园召开退休人员医保维权大会。武汉市医保改革根据2月1日的方案，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每月定额划入83元，比原定削减了70%。虽然增加了门诊报销额度，但1年限额4000元，不同等级的医院报销比例不同，最低是60%。上个月在广州社保局门前也有大批民众抗议削减医保补贴，同样是抗议广州市对医保的重大调整。根据法新社消息，土耳其东南部2月6日发生了7.8级地震，导致当地及邻国叙利亚北部严重受灾，救灾人员争分夺秒抢救，但死难者人数持续上升。根据土耳其及叙利亚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截止10日，两国的死亡人数突破了2万人，超越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的1.97万人遇难的数目，其中土耳其有17400多人遇难，叙利亚则有3300多人丧生。发生地震已经超过4天，意味着被称为搜救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救援人员仍然保持一丝希望，尽可能急救更多的生还者。世界银行2月9日宣布，将向土耳其提供17.8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2月9日宣布，美国将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提供8500万美元的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将提供给当地的合作伙伴，为数百万人提供急需的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月9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呼吁各方展现团结，为生活在致命地震灾区的土耳其和叙利亚民众挺身而出，并指出叙利亚西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本来已经在恶化，这次地震让当地的需求达到了冲突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这无疑是噩梦之上的噩梦。联合国已经竭尽全力，迅速应对这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古特雷斯最后指出，土耳其和叙利亚人们都曾经接受、保护和援助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面对这场洪荒之灾，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向土耳其和叙利亚人们展现同样的支持和慷慨。现在是时候为土耳其和叙利亚人们挺身而出。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9日上午以419对0的票数通过了就气球事件谴责中国的决议。
根据美国媒体国会山网站的报道，这项决议案的发起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议员迈克尔在众议院发言时说：“这种事情不能任由发生，也不能没有解释。中国只懂得一件事情，那就是力量和炫耀力量。美国也必须向中国共产党展示自身的力量和实力。”美国军方上周六已经击落了中国的入侵气球。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军方仍然在收集被击落气球的残骸。众议院的这项决议指责北京试图欺瞒国际社会他们对安全信息的侦查行为。决议也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持续报告该事件的进展，以及对于气球搜集安全信息应该采取的应对办法等。众议院还要求政府提供之前中国气球飞越美国的消息。